嚟緊母親節咧，我諗住將呢個送俾屋企人啊。哦，原來送禮物俾屋企人就係你嘅愛的語言。係啊，其實咧同屋企人表達你嘅愛意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方式㗎喎。我哋一齊睇下。多謝你今朝為我準備嘅早餐啊，媽咪 ，thank you。多啲同家長講出你哋嘅謝意，感謝佢哋嘅付出。我哋都可以俾屋企人一個大大嘅擁抱，同佢哋拖下手。媽咪，呢個送俾你㗎，多謝。為屋企人準備一份心思小禮物，例如係心意卡或者親手製作嘅小勞作。這是咖喱飯，這盤咖喱飯可是。同屋企人一齊創造開心嘅回憶，可以一齊玩下桌遊、閱讀繪本，或者一齊睇下電影、行下超市都可以㗎。媽咪，我斟咗杯水俾你飲，唔該。媽咪你好攰啊，我幫你揼骨啊。媽咪，我幫你摺衫啦。用行動嚟表達你嘅愛意，身體力行呢喺生活中為父母服務，例如斟杯水、按摩或者做家務都得㗎。喺嚟緊嘅5月6號、7號同埋9號，我哋會喺活動室一齊進行愛的種子嘅活動㗎。大家咧可以嚟到活動室一齊整呢一個愛心盆栽，仲可以喺上面咧寫低一啲心意送俾你哋嘅屋企人㗎。攞到翻去咧，記住將你呢個盆栽咧送俾你嘅屋企人啦。有興趣參加嘅同學，我哋會喺活動開始之前喺活動室出邊派發籌號，名額先到先得。各級嘅同學仔可以喺指定嘅時間內參與活動。5月6號星期二係3、4年班嘅同學，5月7號星期四係1、2年班嘅同學，而5月9號星期五就係5、6年班嘅同學可以過嚟參加。咁我哋